政府將修例地盤全面禁煙。傍晚新聞專輯，文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新聞專輯，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今日係2月16號星期一，呢一節傍晚新聞專輯由郭舒揚主持。今日嘅主要新聞有：李家超下晝到觀塘行花市，用1000蚊買年花，又同市民同埋檔主交流合照。天文台下晝錄得攝氏27.9度，係有紀錄以嚟最熱嘅大除夕。港股喺蛇年升超過30%，有分析員預計馬年可能升超過3萬點。詳細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晝落區到觀塘年宵市場行花市，用咗大約1000蚊買年花，又同花檔檔主以及市民交流，祝願市民新一年一馬當先。吳俊文。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同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嘅陪同之下，下晝去到觀塘遊樂場年宵市場。佢先去到花檔，用咗120蚊買咗幾支銀柳，之後再買咗盤5代同堂，仲同檔主講唔使找。呢個5代同堂上唔上歡迎啊？都可以嘅，因為我覺得熱好過啦。係啊，個個都要5代同堂啊嘛，80蚊。係玩買喎嚇。係咁講。十全十美啊，唔好找啦。十全十美啊，十全十美啊，係嘛？佢又用咗800蚊買咗2盤蘭花，話係君子之花，意頭好。點啊？今日個生意？幾好喎，幾好。係啊。呢啲就係君子之花喎。係蘭花，係蝴蝶蘭。啊，好西化嘅喎！我睇到你，譬如你嗰啲咧，都係一個好自然、好西化。依家啲後生人中意蘭花，所以咧後生快啲。係啊。係啊，我中意蘭花又襟擺啦，唔使點打理啦。可以擺2個月㗎。李家超又同市民交流，見到小朋友又考佢哋講新年祝賀語，仲捉實咗小朋友嘅雙手。你媽幾多歲啊？7歲。過年講一句咩嘅祝賀説話？哇，講得好好啊！你啊，人哋孝順父母啊！李家超又同幾組家庭傾偈，問佢哋今晚有咩計劃。今日團年喎，喺屋企食定係出去食？有得奶奶食。咁好啊！係啊，3個年歲嘛。好溫馨嘅，好溫馨。好啦，我哋今晚有一個好溫馨嘅節目㗎。佢又同喺花市擺檔嘅中學生交談同埋合照，呼籲佢哋多啲參與社會嘅青年工作。希望你每一位都同樣咁樣去奮鬥不息，思較向前，同埋咧，你係我睇上我哋嘅希望啊，同埋將來照顧我嘅生力軍嚟㗎嚇。李家超最終用咗1000幾蚊，行咗大約半個鐘就走咗。離開之前仲同市民拜個早年。我哋都見到咧，就真係人頭湧湧，興致勃勃，個氣氛咧係好開心、好熱烈嘅，亦都令到我想起咧，我當年即係小朋友嘅時候，家人過年嘅時候行花市嗰種美好嘅回憶。聽日就係大年初一啦，所以我喺呢度咧，首先係祝香港廣大嘅市民馬年龍馬精神，一馬當先，馬到功成，馬上有功。全港14個年宵市場今日最後一日將會通宵開放。李家超呼籲市民今晚食完團年飯，再去花市掃貨。商業電台記者吳俊報道。天文台下晝錄得最高氣溫27.9度，係有紀錄以嚟農曆新年最熱嘅最高紀錄。有市民話：天氣熱到好似夏天咁樣，要食菠蘿餅消暑。有花農就表示，天氣熱令到年花比起往年更加早開花。鄭志峰。天文台截至晏晝3點半錄得最高氣溫27.9度，係有紀錄以嚟農曆新年除夕嘅最高紀錄。多區晏晝都錄得28度或以上，元朗石崗錄得最高30度，元朗公園、打鼓嶺、荃灣城門谷同跑馬地一度錄得29度。有
有市民形容熱到好似夏天咁。好熱啊，係咯，好似夏天咁。我一啲過年氣氛都冇有。節暑㗎，嗰陣時咁熱，啲雨就溝埋，想去買除咗食西瓜消暑解渴同入翻杯凍檸檬茶之外，有市民就揀食菠蘿冰。菠蘿冰，因為好熱啊，要消暑啊。通常都話但係就冇到熱到咁樣咯，有幾日我都有3度。咁食完菠蘿冰之後咧，感覺有冇好翻啲啊？咁有咩想做啊？而家有花文話，熱令到美加幾乎變咗開花。嗱，天氣熱咧，就水仙咧一下開晒啦，啲花熟晒啦，因為淋水落去啊嘛。往年如果天氣唔夠熱咧，啲花就開唔到啦。今年就太熱，啲花就好快就開晒啦。有啊，個見到啲花哇長晒喎咁樣咯。天文台科學主任梁日朗解釋話，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加上天色晴朗，導致晏晝嘅氣温炎熱。不過預料隨後幾日受到冷風影響，氣温會稍為下降。其實成個廣東地區嚟講，今日嘅風勢都比較微弱啦，咁同埋咧天色都係晴朗嘅，咁所以日間嘅氣温係會上升到比較高。而家就有一道冷風係位於廣東北部嘅，咁同埋都慢慢向南移動啦。咁我哋就預計咧佢會喺聽日年初一初時嘅時候就橫過沿岸地區嘅。咁我哋就預計咧聽日咧年初一嘅雲量係比較多啦，咁個氣温係會稍為下降嘅，咁就係介乎19至23度左右。天文台預計今個星期後期季候風緩和，初4至到初6天氣會再次轉暖。商業電台記者鄭子峰報道。聽日係農曆大年初一，大批市民提早出發外遊度歲，多個陸路口岸過關嘅人流不斷。有市民返鄉下過年，話氣氛比香港好；有人就趁新春假期同親友去內地旅行。入境處截至下晝錄得超過25萬人次出境，最多人係經機場出境，其次係羅湖同埋深圳灣口岸。張曉欣去睇過。今日係年29，喺深圳灣口岸人流不斷，唔少人都拖住大包細包行李過關。有市民一家三口返鄉下過年，覺得氣氛好啲，但因為搶唔到高鐵飛，就唯有搭直通巴士。大巴高鐵買唔到飛啦，已經好早買晒啦。我諗開賣前10日8日到，香港冇乜氣氛啊嘛。會啊，香港真係唔知啊。有退咗休嘅長者夫婦就打算玩到年初8先返香港，話探親之餘都會去下鄰近嘅景點。除咗探親之外，就會去旅下行咯。我翻廣州嘛，景湖啊、七星岩嗰啲玩下啦。都萬零蚊㗎啦，個年要㗎啦，又封下利是啊，又送下禮啊咁啦。只要帶啲開心果啊、朱古力嗰啲咯，攞埋啲利是咁咯。意頭啦，好意頭啦，代表。除咗返鄉下之外，亦都有人參加新春內地旅行團，話之前都喺香港過年，想感受下內地嘅節日氣氛。因為我係中國人，我中翻中國，咁我喺香港過年年年都有過啊嘛，年紀大啊嘛，唔知幾時行到啊嘛，咁趁自己行到翻多啲中國咯，咁啊好幾年都冇氣氛㗎啦，唔係今年好冇氣氛，咁啊中國入邊仲有氣氛，中意啊，好中意翻啊！有人就話趁農曆新年假期約埋全部親戚去內地旅行。鄉下咧，如果你有親人啊，有嘢啊，咁啊得過年嘅。我哋鄉下啲親人全部都喺香港，所以都冇乜所謂。約埋晒啲親戚朋友咪上嚟玩咯，2日就翻香港過年㗎啦，兩邊都有得玩下啫嘛，又唔係話淨係翻晒大陸使錢嘅，翻香港都有嘅啊。入境處早前預計今年農曆新年假期，即係年27至大年初7，大約有1138萬人次經各個管制站進出香港。截至下晝4點，有超過25萬人次出境，當中20幾萬人次係香港居民，最多人經機場出有4萬9千人次，其次係羅湖同深圳灣口岸，分別都超過3萬人次。入境人次就有大約16萬，當中內地人佔超過6萬。商業電台記者張曉欣報道。蛇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港股得半日市，恒指收報26,705點，升138點，成交850億。蛇年恒指升超過30%，有股評人預期馬年港股有條件朝向3萬點，甚至2021年嘅高位進發。李之前。今年係恒生指數推出後嘅第5個蛇年，過去4次嘅蛇年都錄得下跌，平均跌幅約13.9%至1成半。其中2001年受科網泡沫
更加大跌32%，而今年嘅蛇年就係罕見嘅大逆轉，由20,225點升至26,705點，升6,480點，升幅32%，係2017-18雞年後嘅最強農曆年升幅。亦都係連續2個生肖年都錄得超過8%嘅升幅，強勢接力。金價喺年內屢次破頂，高見$5,600。雖然而家回順至喺$5,000左右，但係無阻金礦股向上勢頭。紫金礦業同中國宏橋成為蛇年升幅頭2大藍籌，升超過2倍。板塊方面，醫藥股喺蛇年亦都有表現，當中藥明康德、藥明生物、石藥、中生製藥同漢森製藥都錄得1倍至1.3倍嘅升幅。蛇年開市儀式嗰